通常啲高年班嘅同學咧就會覺得我做多啲 past paper 英文就會變好啦，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。我覺得做 past paper 嘅唯一好處咧就係你真係可以睇多啲英文咯。咁同埋你知道嗰個題型咧，你會有多啲心理準備咯。咁但係絕對唔係唯一你需要嘅練習嚟嘅。其實要考得好過 DSE 英文試咧，其實我覺得最需要就係記憶力、集中力同埋一種語感咯。集中力同記憶力係好有關係嘅。如果你有控制自己嘅能力，好容易就集中到。你唔需要集中幾個鐘頭嘅，你可以集中10分鐘、15分鐘。你嗰10至15分鐘裏邊咧，可以 achieve 到好多嘢，或者可以記到好多你需要記住嘅嘢。舉個例子，譬如你做呢個 Paper 3 Listening Integrated Task 嘅時候咧，我自己有陣時陪啲學生一齊做一份 past paper。我自己都會用呢種micro 嘅 memory 嘅處理方式，就係短時間內我將一啲嘢好集中咁記住佢。譬如我自己係個 role 係乜嘢啊，我個名係乜嘢啊，我間公司係咩名啊，我要做緊咩 task 啊，task 8、9、10我哋做 part B2 啦。每一個 task 裏邊需要我有啲咩內容啊，我一次過就要記好晒佢。然之後一開始1個鐘頭15分鐘，我就盡量少揭翻之前睇 instruction， 然之後把聲就將啲 information highlight 晒佢，寫翻晒出嚟。其實係做得到嘅，你試下做 memory training 嘅。咁喺 reading paper 方面，你都可以有得着嘅。如果你記得啲人名啊、發生嘅事情嘅 detail 啊，或者啲人嘅 idea 講過嘅説話咧，其實平日你如果有睇慣書咧，你就會好好多咯，因為你會記得你睇過嘅文章嘅內容啦，又或者你平日習慣多啲同人傾偈，你盡量令到自己集中，唔好走去諗其他嘢，唔好走去諗下，我又要覆下手機先嚇。你試下真係嗰幾分鐘裏邊集中，就係望住人哋嘅眼睛，然之後仔細聽人哋講嘅説話，用心記住佢講嘅每一個細節，慢慢你嘅記憶力同集中力都會好起上嚟喎。咁如果你記憶力同集中力好咗之後呢，你會發覺你同人溝通或者你睇文章做 paper 呢，你個效率都高咗啊！咁你自然會想睇多啲嘅。當你睇多啲嘅時候呢，你個語感就會慢慢嚟咯。咁當然呢個係其實唔係1-2日之間嘅過程嚟嘅，但係慢慢 build up 咯。你依家如果要考 DSE 嘅，咁就盡力用好你嘅每一分每一秒去準備好個 DSE 先。咁但係我好相信你考完個 DSE 之後，仲有好漫長嘅路要走嘅。呢個一定唔係你最後一個英文考試咯。